我係心理輔導師 Fion，我自己都成日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啊，就係關於人生嘅意義啊。當一問起嘅時候，我哋都會諗起好多嘢，包括過去嘅經歷啦、而家嘅我啦，或者呢條問題，當我哋問起嘅時候，其實都好難答啊。而正正因為咁，我好想透過呢個課程同大家一齊探索，去反思下。咦，對於你嚟講，你自己人生嘅意義會係啲咩呢？咁我哋咧係會去分享翻心理學嘅一啲理論知識，同埋咧存在主義嘅觀點。我哋係會認識學者對於掙扎啦、選擇同埋痛苦，佢哋點樣去理解呢樣嘢，甚至乎咧，我哋可以去認識一下咩為之人生嘅痛苦呢？我哋去嘗試讓自己面對自己人生，而唔再去逃避。我哋亦都會有一啲體驗嘅活動，去反思同探索翻。對於我自己嚟講，我點去定義翻我而家嘅人生有冇呢一份滿足感呢？希望可以喺呢個過程入邊，讓我哋可以學識點樣去處理我哋人生嘅一啲議題，或者我哋經歷緊嘅一啲課題。喺呢個過程入邊啦，唔單止係一個知識嘅課程咯，我希望係大家都可以喺人生入邊有得着嘅一個課程。